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9月8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这个中国房地产报它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房企中报透出的市场冷暖。因为截止到现在这个上市房企的中报都已经披露完了，有记者根据这个上市房企披露的中报，发现这些房企甚至这个房地产行业目前一个变化冷暖。2025年中报季收工，从近期上市房企中报和业绩会可以看出，虽然房企整体业绩表现不甚理想，但对市场信心有所恢复。绝大多数房企认为房地产市场已基本触底，但反弹力度偏弱。你说这个理解起来挺费劲的曲里拐弯的。首先是房企整体业绩表现比较差，这个成绩单交出来大家都不太满意，但是不影响房企对市场的信心。也就是成绩单再差，他也觉得未来会好你要认为未来好那也行吧，但是他又觉得虽然这个已经触底了，但是反弹力度偏弱。你看看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不敢说。所以既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但是信心还是有的。虽然已经叫触底回稳，但是反弹力度还是小的，也就是药还不能停继续打针吃药，就这意思。说上市房企作为房地产市场重要主体，其对房地产政策导向和市场环境的感知成为我们观察行业发展的重要视角。同时这些企业的思考也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首先对行业形势的判断，这个半年报和房企业绩会透露的信息显示各家房企对这个房地产行业一个判断，它有几个方面第一个认为市场已经触底，但复苏乏力。上市房企普遍认为，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深度调整后，政策组合拳已初步稳住市场，说销售和价格继续大幅下跌的空间有限，但是居民收入和预期并未根本性改变，市场缺乏强劲的反弹动力，预计将在低位持续徘徊。这个都比较乐观实际上从8月份、7月份看，因为半年报反映的是1到6月，但是从7月份和8月份数据看，那是加速下跌，所以这些房企也是报喜不报忧第二个，他说城市分化、企业分化是未来最核心的特征这个没毛病就是有的企业还能活下去，有的企业就要倒闭，对吧？有的城市房地产还有点活力，有的城市房地产就死水一潭，这个没毛病说的是对的。三，新模式转型迫在眉睫，传统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被公认已经终结房企纷纷强调要向房地产新发展模式转型，这个实际上也仅停留于口号什么新发展模式你现在屁股还没擦干净呢，你已经扛不到新模式的到来了。你说指着恒大什么向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转型，指着融创向那儿转型，暴雷房企、保交楼还是个问题。第四个说企业销售回款能力受限，流动性承压、限购限贷等政策仍未完全放松，叠加市场信心不足，导致房企销售回款能力受限，现金流压力显著这个说的是事实。半年报数据显示说房地产行业中存货周转天数超过300天的企业占比高达87%，就绝大部分房企存货周转已经超过了300天，反映出行业整体流动性持续承压，也就是房子卖不掉韭菜就是不买房。万德统计129家 A 股上市房企中，85家现金流为负，招商蛇口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为负20亿，同比下降256%。什么意思就是129家上市房企，绝大部分就是85家，就2/3的现金流是负的，就是不仅没有，就是它一年下来它是血弯出流的。你要是老是血弯出流，还能活得了吗？它也造不了血，而且血还要弯出流，自身也造不了血，外部也不给它输血，现金流为负，现金流就会枯竭，不暴雷也得暴雷，连工资都发不了这里面最严重的是招商蛇口，招商蛇口是央企现金流是负的20亿，那看样子离进这个 ICU 不远了，也要这个大股东给它输血第五个是房企盈利能力承压，多数房企上半年净利润大幅下滑，甚至出现亏损这个央企都在这个盈利能力都大幅下滑。这个前天咱们节目介绍了129家 A 股上市房企中，超半数净利润同比下滑。以万科 A 为例，2025年半年报显示销售毛利 9.97%， 这个净利润为负的120亿，同比下跌 22%。金地集团上半年净利润为负的37亿，较上年同期也是进一步恶化。就是现在上市房企遇到2个问题，一个是现金流在减少，现金流是负的；第二个就是盈利，大部分企业都不盈利，都是在赔钱，现金流又是负的，又是赔钱，那这个房企还能坚持多长时间呢？那么关于未来趋势综合多家房企判断，
房地产市场短期内依然依赖政策支持。什么政策呢？无非就是一个是金融政策，一个是土地政策，这些都没什么用啊。金融政策也就是再放水，对吧？这个首付比例在下降，按揭贷款利率给你调低一点。土地政策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控制这个供需关系，少卖点地，再把开发商卖不了地给它收回来，把开发商卖不了房子给它收回来，就是人为来改变这种供求关系，来稳住楼市啊。这些实践证明的效果都不会太好。实际上说来说去房企还在开启的还是渡劫模式眼下的难关都很难过，还谈未来。这个最近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纷纷出台救市措施到底效果怎么样呢？媒体中介呢肯定说是对吧，供销两旺，一片火热。实际上呢，如果真的火热，就不会有后面的救市，一而再再而三的救市，说明前面那个政策效果不明显，没有达到预期。今天有篇文章说金九银十楼市大可，说京沪深回暖是真信号还是旧剧本？你看这文章写的标题非常直截了当也就是你现在大家都在吹这个北京、深圳对吧？出了新政之后回暖了，那这个是真的回暖吗？真信号还是旧剧本？又是炒作。他说9月5日晚，深圳楼市新政落地，限购放开力度超京沪。有媒体报道说深圳楼市一夜升温，楼盘咨询量上升明显。数据显示，在京沪新政落地后，楼市也真出现了回升态势北京二手房8月网签量环比上涨 4.28%， 达到13331套，而上海8月新房和二手房成交双破万套。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心存疑问，由政策推动的回暖是否具备持续性，还是如过去一样仅是下一轮疲软之前的短暂反弹。自2019年起我国楼市进入到深度调整阶段。2022到2023年间，多地尝试放松限购，降低利率以提振市场，但效果均不持久，不仅不持久而且药效这个明显在缩短。2024年930新政后政策导向逐渐从止跌回稳转向推动与巩固，但市场仍持续表现出政策刺激到短期回暖，再到再度下行，再到政策加码，再到局部反弹，一个波动的循环。这一反复现象背后反映出政策调控的复杂性、市场预期的脆弱性以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政策出台初期，市场往往出现脉冲式回暖，但规律就是这个脉冲幅度是越来越小了，脉冲这个持久度也是越来越短了，这是不可否认的。大家还记得上半年这个杭州、成都、上海这个帝王潮还有印象吧？3天就一刷新帝王，这种炒作有什么意义呢？最终看他们怎么消化。4月起，市场再度降温，呈现核心城市企稳、非核心区域下行的分化态势。百城二手住宅价格同比下跌 7.23%， 第二季度新房成交量同比减少 6.1%， 以价换量成为主流。这还没考虑到7月、8月还加速下跌核心城市企稳这个也对吧？现在已经不成立了。核心城市企稳，那北京、深圳、上海为啥出救市措施呢？北京的这个房山区上半年一块地都没卖掉，上海外环外对吧？很多房子推出半年都没成交所以说核心城市企稳也只是核心城市的核心地区恐怕稍微稳一下。至7月，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40城新房成交面积同比降幅扩大 17%。在此背景下，8月北京、上海相继出台新一轮宽松政策，试图激活金九银十传统销售旺季。深圳也有9月跟进，但楼市是否真正企稳，仍待进一步观察。不用观察了，怎么稳？金九银十在前年就已经证明没有了，对吧？金九银十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这个环境已经没有了，哪来的什么金九银十牛市时期形成什么金九银十？现在也不是牛市，对吧？房地产又不是蒸蒸日上，说这种政策与市场之间的波浪循环，给购房者带来了诸多挑战。买涨不买跌心态，使得购房者决策周期延长，市场观望情势持续。说即使在新政刺激下，8月北京二手房网签13300套，仍未达到北京1.5万套每月的枯荣线，说明市场信心依然脆弱。你想一想就知道了，上海这个楼市就是那个措施肯定达不到预期因为那个是上海市户籍人口就是给你再买几套房的权利。你说你再买几套房什么意思？那不就是炒房，是投资你这个时候谁还敢去投资真是玩命所以不会有什么效果的不要自欺欺人。他这个就是不是面向刚需的，比如说有个大学生刚毕业在北京上班
方他没有购房资格啊，他得交1年或者2年社保才能买，交2年社保，那如果你把这个取消了，哎，这个人他很有可能啊，他家庭条件不错，付得起首付，他工作也不错，他就有可能买房，刚需嘛。然后你这些人不让买，你只是让那个户口的在北京已经有房的人说你可以买第2套、第4套，那你说这个时候谁还会去投资啊？加杠杆买房，真把人当傻子。上海也一样啊。那现在深圳有个好处是，它是相当于就是南山和福田之外，其他地方不限购了啊，外地人也可以去买一套。但这个你就要告诉人家，外地人为什么要跑到深圳买套房，到底图啥？他这个政策肯定比北京、上海要好一点，对吧？毕竟有在深圳的刚需房的，他以前没资格买，现在可以买，这个肯定会好一点。但是也不要做过高的期望，因为这个作为1线城市，广州早就放开了，去年就全线放开，也没见到房子涨也没见到房地产止跌回稳，还在跌这个文章最后说他说对于普通购房者来说他说这种波动模式意味着更高风险，那些在政策刺激期入市的购房者可能会成为接力承受房价跌幅的一波人。所以说你现在政策刺激效果越来越差就因为这些韭菜他不愿意进去了，你再出台政策，人家韭菜不愿意进去接盘，都在等，因为他知道你后面还有，那现在进去就是那个接盘侠说到这个救市政策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他有一个报道，他说中国1线城市全面放开非核心区限购，分析师预计任由政策加码空间。他说继北京、上海先后放开非核心区限购政策后，深圳也在周末放宽限购，至此中国4大1线城市已全面放开非核心区限购。受访分析师指出1线城市放宽限购短期内会刺激一部分购房需求，但仍难以让整体房地产市场反转，预计京沪深限购政策还会进一步放开。说8月下旬以来，北京、上海已相继放宽限购措施中国另一座城市广州则是去年9月全面放开限购政策。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指出深圳的限购优化内容如京沪两地基本一致，但深圳的限购更为宽松，因为无社保的外地家庭也可以在非核心区购置2套房。专家说说过去楼市政策的有效期以年为单位，就是出台一个政策能管1年，这1年里面都陆续稍微好转一点。但是说现在只管3个月，就出台一个政策3个月以后就一点效果都没有了，3个月这2个月都不一定能管得到。专家认为当前政策仍不足以令整个市场反转或持续产生效果。按照目前的趋势，广州之外1线城市限购接下来还会进一步放开。专家说，在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国际形势充满变数的情况下，老百姓体感到的仍然是不确定性比较多，解决房地产问题还是要依靠经济整体改善这个专家说的还比较靠谱对吧？你就房地产出台政策已经没有用了，你还是考虑这个韭菜的感受否则的话出台什么政策都这个就是边际效应越来越。现在出一个政策就是3年前出个政策就好比你抱了一块巨石往湖里一扔，掀起个大浪花。去年出台一个政策呢，就相当于往湖里面扔了一个中型的石头。现在出政策就相当于往湖里面扔了个小石子未来你再出政策就相当于扔了一个鹅毛在湖面上。我们再看看这个地表最强地级市苏州，今天在网上看到说苏州的楼市出现2手房踩踏，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大跌70%。大家看视频一夜之间，仿佛所有的苏州人都在疯狂卖房子。现在苏州2手房挂牌量已经突破21万多套，简直史无前例。苏州放开限售，这2天刚交付的4新小区，之前在2年限售的保护期不能交易，这下放开限售好了，特别是新房扎堆的一些板块形成恐慌性心理，疯狂挂牌上线。现在有些小区的业主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奥体有个小区一下子新增挂牌量90多套，很多业主就算亏掉首付和这几年月供，也要把自己房子赶紧卖掉。你们说苏州还有那么多房子，到底能不能卖得掉，又要卖给谁？特别是前几年高价接盘的品，以前大家带业主去讨论什么呢？是谁把房子卖掉了，卖个好价格，大家一起涨价，把整个小区价格往上抬抬。但是当下呢，大家又争先恐后的挂牌出售，业主群也是相互盯着，就怕有人砸盘。没想到短短几年时间，之前倒挂摇号的千人楼盘，现在也形成恐慌式挂牌抢跑，到底什么原因呢？
作为这个最强地级市，苏州现在楼市遇到大麻烦，有多麻烦呢？根据科尔瑞的数据显示啊，2025年7月，苏州楼市出现加速下跌状况，新房成交面积环比大跌70%，同比大跌58%，均价环比下跌9.7%，同比下跌12.6%，突然出现量价齐跌崩塌现象。全国的新房市场可是很稳定，平均房价甚至还在往上涨，可苏州这里的房价一个月就跌了将近10%，用崩塌来形容不过分。事实上，一直以来苏州没少在救市方面下苦功，比如苏州是全国最早推出购房即落户的城市之一，甚至苏州还创造了跨区域换房的新政策，用常州、苏州的二手房可以换取无锡的新房。再比如今年3月，苏州推出了3D 一宽政策，首付降至15%，最低商业贷款利率降至3%，前5年每月最低仅需归还100元本金啊，这个咱们说过啊，苏州真的是为了卖房子也不容易啊，也就你买了房之后前3年你可以不用还本金，你就还1个月还100块钱本金就行了。有人害怕失业吗？失业给你3年时间，并且延长本金还款期限，对吧？这个也是在全国算是首屈一指啊。所以说这个苏州的楼市到底面临什么情况，多大的压力啊？说崩就崩啊，一点都不含糊。所以这个苏州啊，立马跟随这个上海，上海不是推出新政之后吗？外环外不限购。好，那苏州立马取消限售政策，取消市区新建商品房2年限售期。这不光是自救啊，这也是为了应对上海的这个楼市的放松限购举措。结局是什么呢？结局是二手房挂牌量飙升，大家都把房子往出挂要卖，就是感觉就是要夺路而逃啊。咱们的节目一直说啊，好多专家就盼着上海放开限购，这是的啊。北京上海如果放开限购，对北京上海来说肯定是好事，稳他们的楼市，但是对周边来说那个打击就太大。苏州就是典型例子。当然了，苏州的楼市啊出现问题不光是跟上海有关系啊，它自身也有问题。就是这几年啊，对吧？苏州以前为什么是地表最强地市呢？它不就是外商多吗？外资多，应该这样吧？这些年外资陆续撤离，对吧？苏州那些很多地方工业园都已经空了，再加上苏州你看看啊，出过好几次那种把排外事件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个反应，说明苏州环境变了，最终啊就是经济形势变了，这是背景，对吧？在这种形势下，那房子顶不住很正常，说垮就垮。以前苏州对吧，主要是外资外贸外企，但这些都在撤离的时候拿什么来补呢？首先对吧，这些撤离导致你就业下降，提供不了更多的岗位，很多人失业，年轻人也不愿意去了，年轻人一不去，还甚至有很多待不下去的人流出苏州，那你说那么多房子谁来接，对吧？他不垮才怪呢。现在人都不傻，最主要是赚钱难，所以说买房都要慎重，本能的都在停下来看一看。不光是苏州啊，那个浙江的宁波那也是不是最强地级市，那排前几名是没有问题的啊。宁波市啊，今天晚上有新闻啊，宁波市区二手房单价跌破10000元大关，这什么概念啊？就是宁波的二手房已经跌破1万了。那你想想，宁波如果房价二手房跌破1万，那你说其他的什么南昌、郑州、什么兰州、合肥还过不过啊？或者济南，那不好意思，房价还在1万以上吗？能顶得住吗？宁波都顶不住了。宁波二手房如果跌破1万，就均价啊，那其他的地方啊还得跌。所以宁波啊，这个救市措施也是层出不穷啊。宁波9月5日重磅官宣，商品住房以旧换新，首期500套，最高补10万元，多子女家庭优先。9月7日在早前公布第一批共计80个新房项目基础上，最新纳入6个在售新房项目，使得换房人可选的新房项目总数达到86个。宁波也是以旧换新啊，下大力气啊，救楼市啊。苏州、宁波的楼市顶不住，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除了这些一线城市啊，目前还能撑住之外，其他地方都撑不住。就是一线城市能撑到什么时候，这都要打个问号，本身也在摇摇欲坠啊。我清楚的记得去年9月份啊，出台救市措施之后啊，对吧？9月27号吧，楼市新政，专家说啊，一线城市的楼市稳住了。事实证明，这专家又说错了。8月份的成交量创10几年新低。这不是加速下跌吗？有很多老粉丝恐怕还记得，我以前转过一个视频，那个视频那个 UP 主我忘了，是个女的，她专门做那个采访，我把她名字忘了，她老采访什么那个做早点的，还有什么啊叫春春干是吧？好像叫春春干，是个女孩，她就做了一个华晨宝马的一个普通工人，因为她一个人在华晨宝马上班，完了她养活一家，而且还买了房，那感觉啊有点像美国上世纪70年代一个中产家庭一样的，老公在外面在一个钢铁厂或者在一个什么上班，
媳妇在家带孩子，仨孩子，这是美国副总统万斯梦想回到的那个社会啊，再次伟大。那个 UP 主啊拍的那个视频，反弹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啊。沈阳的铁西区华晨宝马那个30来岁的年轻人就在那上班，完了他还生俩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惜啊，好景不长。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说沈阳的华晨宝马因为效益不好，已经开始裁员。这个发帖子的这个是个工程师，他已经在华晨宝马干了9年，他不是那个流水线的工人啊，他是工程师，是个技术服务岗。现在年龄将近40岁，说如果下岗，那就相当于失业了，再找工作很难。他一家现在以节流为主，一家人1个月的生活费尽量控制在2500以内，这样即使失业也可以维持生活，对吧？这个宝马现在销量下跌，大家也知道，这个都不用怀疑呀，对吧？北京的宝马 4S 店都倒了一批了，宝马 5S 店都关门了，宝马能好得了吗？宝马好不了，他那宝马的工厂。它流水线对吧？它那生产线就是停工啊，它卖不掉啊。宝马5系现在只卖26万了，所以你看啊，多少流水线工人下岗。我在想，如果他贷款买了房，这一下一家就陷入困顿，他还俩孩子，对吧？本来是一个小康之家，一下就陷入贫困。整个华晨宝马给沈阳贡献了1半以上的税收吧，都可能还不止。因为有了一个华晨宝马，所以在东三省省会里面，沈阳还算是顶住了。就是滑落的没那么快，华晨宝马顶不住了，那沈阳怎么办呢？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